呢邊影唔到啊！影唔到咪影啦！你喺邊喺度？我個中嘅影。我喺度。係啦，嗱喺我身邊嘅3位小妹妹咧，就我非常之中意啦。電視機旁邊嘅你亦都會非常之中意嘅 Cream 啦。啱啱咧攞完我哋勁歌王呢個香港最有前途新人組合，哇！你哋真係非常之實至名歸啦呢個獎，因為咁細個啦，平均年齡只有12歲。係啊，跟住啱啱喺台上面咧又打鼓啦，又彈琴啦，跟住呢個係主音啦，咁樣非常之厲害，講下感受咯。好啊好啊，咁我哋就好多謝勁歌王啦，好多謝我哋公司啦，多謝屋企人，多謝啲 fans。同埋今次真係好開心啦！第一次咧內地啦，有啲攞獎嗰些啊。咁其實最主要係即係當時嘅頒呢個獎俾我哋，咁我哋真係又緊張又興奮。咁咧呢個獎真係同埋要多謝我哋內地無論內地同香港嘅 fans 即係佢支持我哋嘅，多謝啦！係啦，咁我知道咧 Cream 咧嚟緊嘅暑假咧亦都會宣傳佢哋嘅全新嘅專輯啦，介紹一下先。好啊好啊。好啊，呢隻專輯咧係新嘅，我哋有嘅大碟嚟嘅。咁呢個係啦個名咧就叫做 Cream Supermodel 嘅。咁呢個名咧就係顧名思義，係啊，就係我哋咧係拍公眾嗰時咧就係用啲即係model 嘅行嘅波咧去公園。哇！咁特別，而家我哋最近呢套衫咧，都係會將會喺我哋新碟裏面出現嘅。咁即係俾我哋勁歌王嘅觀眾朋友先睹為快。係啊。OK。咁其實即係呢隻大碟咧，咁其實我哋都又會有3隻碟啦，一隻就係我哋嘅歌啦，咁有第2隻咧就係啲 MTV 啦，第3隻咧就係音樂版，係俾可能我哋啲 fans 或者有啲朋友中意聽係純音樂嘅歌啦，係啦。OK 嗱，其實咧 Cream 嘅新碟咧，大家好快就喺我哋勁歌王嘅呢個排行榜上面咧，見到其中一首嘅新歌叫做《其實我乖》。係呢首歌咧，亦都係佢哋咧講述一啲因為父親節同埋母親節咧而送俾爹哋媽咪嘅，係啦。咁介紹呢隻歌先啦。邊個講？咁呢首歌咧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啲細路仔聽完就會有情感啦，啲大人聽完咧就會諗翻起細個嗰時講住嘅咧，呢首歌係好特別嘅。係啦，呢首歌嘅 MV 啦，呢首歌嘅 MV 咧就係好特別啦，咁我哋就講好特別啦，我哋受歡迎嘅主角，自己揭曉係邊個先？好啊，藍潔瑛嘅細嘅，哇，真係好特別啊！咁我相信好多人都好期待呢個 MV 咧，就要留意實我哋勁歌王啦噃。第2屆劲歌王，网络人气组合 Cream。我哋頒個獎俾好多位都話，好受歡迎。係啊，當然包括你啊！我要特別講，我覺得你好開心。尷尬你。點會啫？尷尬。榮耀嚟㗎嘛。謝謝我哋頒獎嘉賓。好啦，咁分享呢個獲獎嘅感言咧，你嚟先好嘛 ，Ricky？我嚟先啊。梗係。多謝勁歌王啦，梗係勁歌王啦，咁啊同埋多謝個個或者中意戀愛預告或者支持白石歌嘅朋友，多謝晒。OK， 跟住還有這位可愛的 Cream。首先我們要謝謝勁歌王和我們和我們IKEA的 fans，還有我們的公司輝煌娛樂，我們可以在這拉下，真的很開心。好，跟住有 Boys。跟剛才一樣，謝謝一基，謝謝我們的歌迷，還有謝謝上網支持我們的朋友，還有勁歌王，謝謝。好，唔該晒 Boys，跟住有啊，恭喜
再次的恭喜你们。咁所以还有，真的很谢谢所有支持我的朋友，谢谢你们，同时也要再次谢谢我工作人员，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教导我。然后谢谢所有喜欢这一届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